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擦吃啊擦第八条。擦就是头提人钱财财物的人，咱讲擦啊。有的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擦嘛有手夹、伤害、强盗的意思，像咱讲盗擦。啊，若是拍袂疼、个性唔改，咱讲擦皮擦骨。啊，若是做擦唔改，咱讲是擦啊片、擦啊骨。亲像擦啊讲的话，互人袂信的，咱讲白擦话。另外，甲面抹乌，互人认袂得出来，咱讲乌面擦。卖当讲是唔知好歹物件的意思。倒一句话讲，乌面擦，拍袂死，戴袂捌。这个意思就是讲咱人的乌影。另外，这一字还佫有一个音读做节，像目节啦，啊若文音读做节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掉贼偷，代表讲物件互贼仔偷摕过手。第二个词读做白贼七啦，意思就是真爱讲白贼话的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有影是贼仔面菜公心，就算讲歹看面，心肝却真慈悲。厝内钓贼偷，发现讲厝边是贼手，是白贼七啦，嘛原谅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贼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节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节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